大擂台，老年共下來。哎呦，你跌破大家好，我卡欠唔記得講乜嘅，我哋唔知啊，東亞在西施嘅唔知啲啊，係啊，這個初老狀態哦，你都不知道。你是初老嗎？你是真老。真老了哈！你說真老，我等下介紹一個真老的給你。真正老啊，你客家嘅耆老。哎呦，是，也應該要先介紹他。因為我覺得今天這個 TPK 吧哦，沒有他的話，應該很難創造這個企劃啊。嘿，你今日 TPK 吧正經係 video 啦，你嘅客家鄉親哦，就知道我們你傳統嘅歌曲用版演奏下去，用版訓練了掉，對，還上癮來衝，嘿，根本嘅，兩位欣賞，對，就係你嘅接受蒼永興高中。哇！陳高中啊，根本呢吼，這麼啲啊疫情當下啦，吼，我相信人家一無限，吼，有沒有推動人哋客家呀？就傳統嘅文化，講咧有咩唔爭有辦法保留到按好按完整，延續下去。係啊，根本還沒特別有像陳高中帶起，吼，絲絲推嘅，曾經教，係帶出來一條學員嘅學生嘅來到人哋現場，係啊，吼，所以嚟參考一下陳高中，吼，係啊，安尼帶出按多年以來，係啊，啲安尼個安尼轉變，吼，有乜嘅困難處呀？乜嘅辛苦嘅面啊？講起來當然有遇到嘅辛苦啦。其實一個轉變嘅過程吼，也有青島嘅較做嘅一個壯大前輩，大家共同努力。我唔係一件青壯輩嘅，係前面係有啊。嗰邊講一開始佢只有福建世界學校老國講世界學校，一兩隻學校都講傳統嘅部分只有建西，冇其他嘅講嘅。但是還有我82年就到一個福建世界學校，但是我家去唔係去做高中，忙去做高中，我先搬原來嘅隻高中姓陳，叫做陳淑娘。陳高中請我去做踢擊團嘅團長。我按奇怪，你做踢擊團？踢擊特技嗎？特技團啊，係啊，踢擊團李榮華特技團嗰種係啊，嗰種踢擊團哦。做了團長以後，將成立國科做高中，還有90年86年。合併用到合併，合併以後將成立客家戲科90年，我說90年以後將有客家戲劇科，所以啊，100年已經20年了。21年，係，多厲害，有等於佢體育畢業係99年，99年體育畢業。哦，對，真係貢獻非常的大。真嘅，所以按用將有客家劇。所以高中根本呢，安尼節目啊。就有唱到，吼，一22年帶出來嘅學生，可能有到已經都畢業嘅，還有比較在學嘅學生嘅咩還有。目前一下啲安尼現場咧，吼，後輩啊，後輩，你個愛演那個欣賞咩係哦？佢講嘅嗰個愛演嘅，記住係安尼國光嘅吼，原來國光藝校，但是合併體育啦，合併嘅體育嘅學姐。學姐好，還有今天也邀請到學弟學妹們，我們來到我們現場，等下好的表演，傳統的戲劇來本來他個堂啊，冇錯，好，來歡迎各位哈，歡迎大家，阿麗唔是太太啦，雖然高中錯咗幾片，對，好來，我哋高中人叫咩坐定嚟好嘅欣賞搞出來嘅學生啊，開枝散葉嘅條兩條學生誒，帶出來個乜嘅好看好聽嘅歌曲，冇錯，有請 TVB 係史逸婷帶來好聽嘅歌曲嚟。
受分明，家主菜本国家长安天，丧亲壮年就来也送你，娘们小生的命老乡，显贫贵孤哀苦，我一呀你呐。一品好，哎呦，请问一位姐姐，嘿，嗨，你好哈，你好，嘿嘿，你好，金娜姐好，你好，哎你好，呦，吼，哎，我吃到戴顶口罩较强了。用啊用讲啦，我冇戴口罩，我们懂戴眼下。戴眼下，强用亲讲啦，哎，哎呀，你那什么人用我做到像谁来什样哎？哎呀，因为我的身高比较高啊，身高他高，所以平常在分组的时候，就把我分到小生组。哦，你小生哦，较高做做，较高，身体他从谁来？谁来？哦，像个开始像个，自己听说嘿，应该是丫鬟，对吗？丫外公带你下，等一下，他谁了子，所以就这做小单，就是阿妹啊，对哦，小单啊，啊，俩三的你哪位来啊？哎，三的嘿，也是我的道具。哦，你道具啊？嘿，你嘅就错嘅。那个三的係有特殊嘅小生，就有特殊嘅，或者是有钱比較富有富家公子，他就有錢。示範一下嘛，我攞拿了。小生，香料命顯吧，家出富求真。哦，富求真，嘿，帶富求嘅俾人，啊，真的啊，好，真的要對人來講，戲劇啊要部分，戲劇中有一些啱詩嘅詞嘅部分，有一些冇強用。我們真的是門外漢啊，係啊，唱吉他唱有唱平板，啊，唔過有唱得表演嘛，劇有人的對話嗰種感覺。長度唱有一啲像，特別細長度嘅嘛，嘅用。兔子狗嗰種感覺嘅，兔子狗吼，用情兔子祝苦華難東嚟嘅種。係咩唱下先？唔過唱嘅西拉係咩有兩種兩，我都冇。哦，就是水袖。哦，水袖哦，西拉係咩有哦？是，我老多西摩一張有。小生相順命文化，嫁出山南邊。我們有幾個動作，就是下袖，然後翻袖，翻袖，然後還有收袖，手袖，對，手袖，哎呦，這是水袖最基本的動作。這感覺就很帥氣。有冇用嘅意思就錯了，對，他斯文呢？哎，你為什麼一個女孩子家怎麼會想要選這個科系啊？因為我媽媽係客家人，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傳承這個客家戲曲的文化，我要把它保留下來。咁媽媽喺馬上記得冇？慢言啲嘛？慢言。哎，Vicky 啊，阿姊妹係嘛？阿姊妹係強仔好教嗎？同班。哦，同班呢？哦，另外是一個姐姐，啊，你是妹妹。對。給送生呢？哦，對呀，有優秀的媽媽就會有這種這麼優秀的子女啊，真的。對啊，就是因為媽媽因為客家人，所以你就想要延續媽媽嘅精神來發揚客家嘅。不過以前係傳統的呢，不是被媽媽逼的嗎？沒有，是我自己有興趣啊，從小就跟媽媽一起在舞台上面表演，然後小時候都想要當明星啊，所以就去學那個。像媽媽安樣，去給他彈吉他，衝歌衝奏安樣。哦，真的？那你現在讀了幾年了？我現在讀第5年了。第5年呢？啊，總共要讀幾多年？6年，那就快畢業了，快脫離苦海了，學姐了呢？對啊，哇！
好，是，难怪快脱离苦海。苦海没有啦，没有，因为真的很辛苦啊，应归清辛苦哦，懂辛苦你嘛，哎呀，很辛苦。可是老师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嘿，给基本呢，嘿嘛，老师都用这一句话来骗你，都骗你啦，无太去甲无认真。对，不过正经按用啊，他严格地位啊，按用出来以后，上个张会厉害。哦，真的，对。那你当初有被老师有比嫌吗？用的？有啊，那时候。当初我们国2的时候要分组，然后我就分到小生组，然后因为身材比较高嘛，可是我本身是女生，所以我做男生的动作就娘娘的，然后老师就说不行，你这样太像2个女生在台上谈恋爱了。有什么事啊？老师没有与时俱进，对啊，现在时代也有很多很娘娘的啊。没啦，这是传统中性啊，光明娘娘的。所以古代不能娘娘的，没周的啦，没周的啦，周的。不过可能要后些就是他们要有男女要区隔的很清楚。对，我刚看你还有那个这剑指哦，那个叫剑指对，这叫剑指。对，这是小生独有的动作。哦，对，那像我这种男生，你做的演吗？该吗？五角。老生，老生，走遍大江南北，靠我双腿呀！按勇啊，周在周嘛，小蛋嘛，好好说话。周在演媒婆啊，对，还有一张资料片，后来勉强说的。听说有带相片，有云野胸片，按勇就有枪嘞，表演个时间，还阿出道的嘛，这嘛包多少呢？这就是小生吗？对，啊，这小生哦，哎呦，好帅哦！是升高中的第1场演出哦。对，妈妈有来看，妈妈也是的，给你加油鼓励哈，对。哦，哇，我觉得你画白白的也很好看呢，很帅。我现在也没有花拳中，可以冲谁妹？真的，对呀，可以就冲。那你从进学校多亚哈啊，一定定都不会有表演一多场一下算得出来？算不出来，懂多场哎，懂得，因为我们每个学期都会有实习演出跟成果展，所以实习演出都很多，老师都尽量让我们上台去练习。所以现在在舞台上其实真的驾轻就熟。喊黑波，喊黑波了没有，那你要克服啊，对不对？啊，要跟紧张和平相处。对，和平相处。对。今天校长已经来到我们现场，有来到现场。好，可能加尾啊紧张的原因，可能高中坐在头前管的，一尊神仙坐到给大家感觉到哦，太加重坐在头前。对，高中的鼓励下啊，都得指头一下吼。个议题啊，其实属于比较较细版的啦，细版的嘛，较细版啦。哦，较模板的嗰種小神咩？我講嘅較好奇嘅啊，較好奇嘅，係啊，佢今天17個啊，哦，17個，係，我較唔詳細嘅，我較詳細嘅人面前嗰度，哦喲，因為我差唔多都要離開學校嘅人，加佢嘅演出對佢嚟講學5年嗬。基本上嚟講，佢算會差唔多會做得啦，差唔多會做得。小神啊，嗬，什麼小神？按到坤神啊，坤神，乾坤的坤，乾坤的坤，哦，土字部一個生那個坤，坤神，迄西來做阿丹啊，按到乾丹。哦，西來沒做得阿丹啊，當然啦，演多過來哦。飯川都出嚟啊！頭擺喺西班全部西來冇西妹啊，也全部西妹冇西來。哎呦，個梅蘭芳都西來啊！對。四大名單，很傳統四大名單冇記咧，冇一個係西妹全部西來。哎呦，奇怪。你啊嗬，佢個表演基本上嚟講，一個。基礎啊，有爭啦嗬。啊，將佢個下創音嚟講，當然一個佛教地方傳統戲嘅，很多創音做大，
冲做大讲，沙下嚟陣喺嗰度表演。哦，冲烟做大。嘿。哦。啊，兩個冲老口拍，哦，就講醃嘛，醃嘅部分口拍，也係相當在傳統戲嘅地方，係輕重要一個部分。對於佢嚟講，佢還有需要很努力嘅素材。哎，對對對，是。當然佢家下嘅可以用佢衝強嘅東西。加個線上教嘅東西話係有爭當嘅。不過佢加個運氣啊，就講一個對衝嘅時間，必須當天嘅運氣嗬，佢係唔多拉長，加個戲冇拉長嘛。故所佢當到衝嘅運氣嘅素材，唔係輕順啦。但係佢目前。佢喺咪佢行去加油嘅部分，但是以佢一下嚟講，各種語言神天天，要做得大約85分以上。那不差，及格了。及格還算優等啊，按姿勢，所以這個校長的話挺厲害，很不一些文書精鋪啦。對，你就是效仿一些一些。比較大將之風的這一些前輩們，對不對？如果覺得不夠硬的話，你藍色小藥丸多吃一點。什麼也是磨好，按低了。喺講佢嘅扮色好冇？冇開東西。好了，那這個還給你了。好，那就謝謝你今天來表演啦，好不好？哇，這個這麼精彩的這個哈。對，學習的經過，好不好？繼續加油，努力啊！好，安子先，老娘這都加油哦！哈，好，回去幫跟你媽問好哈。好 ，OK，喺媽媽輪到啦。係啊，好，請回坐車，請安子先，謝謝。好，沙下來表演出嚟，哇，非常精彩哈！來沙下來聽 EV，冇漏虧哦，哈！關係嘅李家帶來學堂嘅歌曲，嚟彈過啦。哎呦！小姐你看，來到呀鬧熱大擂台，要按演導嘅睇呢個，還要按片子，有得冇的，按獎嘅囡仔子，你夾夾來去看奶，好冇啊？良辰美景，唔過行會記得，還要按嘅參考咗，曉得。
都紧张诶。今天的大班一看都伫罚单。罚单嘿，青衣罚单，但是青衣罚单，青衣罚单，青花瓷我知道，青衣罚单，嘿，因为青衣老罚单吼有一些差配，就会讲，因为青衣从一开始从讲下可唔可以有讲到，就先生会来分配讲，你适合嘛嘅那个角色啊，安样嘿，但是嘿，按歌，错，用那个嘿啊，昆桑。先生还会看一下你嘅性格啦，像我嘅性格较柔一点点，就较适合来做青衣爱。是吗？那刚刚那个依婷妹可以来亲温柔啊。你还会讲就因为嗰時陣我喺設計講，我做細妹啦。設計做的就好嘞哈。那都設計做的線，然後我要，我做細咧係做細妹係樣。因為先生都懂尊重你嘅意見，就講你想喺好嘛嘅，畢竟講好。當到嘅角色愛自家中意嘛，就會可以卡歡喜到嘅。對。不是先生問你講，你有一些賣角色，然後他們還是會來斟酌一下，哦，你蠻適合的。唔過人家上音咩？人家上音很遠遠。我剛才唱到我快瘋了，我好緊張哦，都舉手，高照拍攝。忙多嘅時間，忙多，等下等落好好唱，高中好好嚟彈一下，高跳一下，可以吧？彈青色彈去唱歌嘅，平常時主持呢。係啊，主持人都係客家發通嘅。當叫冇唱歌，當叫冇唱嘅哦，錯，係啊，一叫冇唱嘅，你離開應該4年，第7年，係第7屆，用我想選出嚟咋呢？哦，因為我其實細細嘅時間就同好看表演，我說嗰時間因為我爸爸咪認識唱演很高中，喺高中嗰時間咪有見就有小嘅個大家都啲客家戲呢，係講客家戲課大家我講下因為有按用嘅課講下來傳承啊，其實嗰時要做啲好表演，要做啲好多人嘅語言啊，知道以後，我說嗰時其實我唔啲現代劇，然後戲劇。有嘛個差別，古時候我嗰時有去看第一屆嘅表演，第一屆的學長姐表演，然後就董宗義為第一屆在哪裡？第一屆片，第一屆嘅表演，我覺得嗰時就做董宗義客家戲就一批考，真好看，就自家上嘅吃看啊，就靠你來。錯，後生也很好嘅，親友型，對啊，董贊所以這線都青花旦，還有個你還有其他角色嗎？因為我有帶呀，我嘅家當然後當跟當呢分不清楚，分唔清楚呀。家當係，因為我見你帶嘅係一係青衣嘅，因為像我嘅罰單唔會做嘅水球誒，它比較好，謝謝，安子對。就是我們那個花旦不會穿水袖，剛才有講到青衣老花旦冇用嘅地方就係青衣較穩重啲位，嘅花旦就會講做丫鬟啊，還個春香啊，也條角色，你就會做呀花旦按樣嘅方式。古時我根本應該要帶嚟嘅丫鬟過來，冇來嘅學姐啦，後繼啦，就會曾志怡吧。滿上的青春丫鬟即刻出來。我說你要表演一團那個。學姐好，至於好字好嘅好，好字係好字吼，你看起來像好字啦，錯，嗰陣我你基本嘅愛表演一團青衣跟花旦的差別啊，哎呦，好來，可以哈，來，OK，你其他順風一些哈。貼片帶來送本腦捏大雷，貼片準備嘅好，哎呦。小姐，你看，來到呀，腦捏大擂台，要按演導嘅太牛哥，還要按質疑，有得無的，按獎嘅囡仔子，你夾來去看來，好冇啊？兩身迷境，唔過行會記得，還有人嘅參考狀，曉得。
什么太高？这样呀，第一拜做亚鼓掌喊，去给他表演，对，就看出来丫鬟很有手机，丫鬟就是比较白目的角色，没有啦，慢你讲不清楚了。不是丫鬟，一般小姐就会比较含蓄嘛，她就比较少开口。呀，唔系挨准备嘅台词，系小马哥哦。小马哥一天在黑表演都在。这讲真的，你有没有现那种可惜？是的，对啊，从因为嗰时好多呀嘅口那个时间就知道哦，底部都做在福音呀，懂得轻易花旦嘛，然后生旦净末丑嘛，故说嗰时底部都有好多呀水秀，那里就轻中医案用，故说轻好看水秀，就会说哇飘来飘去，感觉懂中医案用，跟唔好เลย咪要加入那个荣兴客家团嘛，荣兴的客家菜茶剧团，我嗰时系因为懂用系然后参考中嘅团腔下来巡回演出啦，嘿，因为嗰时杜好，你我去国外来做巡演，然后才长一只角色啦，然后腔下来去出去了，然后出去来去表演，我觉得应该懂黑晕啦，黑我在神蒙高中。但是等下家下讲真的，佢表演哈，真表演一些团的无啦啦，三副都很好嘞，那做嘛？因为用人点么？我看啊，学妹跟丈夫啊，走，你那边冇清腔啊？刚刚想我讲，塞下张来好冇？一垃圾的，你忘真的没有洗过，真的没洗过，哎呦，这个也没有洗过，比较干净嘛，你还蒙色嘞？等下，看呀有走就会讲，马上连讲看音质，蒙音质那里啊，形象就讲你爱准冲，你做起嘅东西，冲毛啊告状，呀，就正常告状嘅都准冲嘅，到底我下次讲，冇严格好冇？通常好搞做埋因为基本嘅挨来好几行啊，你挨就爱强下表演一个水秀组，水秀啦，因为冲呀水秀，跟他学妹妹有时候给都冲呀下秀嘛，下秀、翻秀嘛，秀。其实老小生冇强，因为小生系通作卡太掉位，跟 N C 冇系通作位卡 C 掉位，就会哎呦 C，他温柔啊，系他温柔啦，系唔光系你基本要爱耍一些水秀，甩一下，水秀发，闪开一点，水秀发，水秀发，会讲发，会老人听拿冇？可能我有拍摄，老人听拿吼，会讲发冇？有乜嘅熒光冇？是講發，有乜嘅熒光冇？就本小康老師即興，即興，哎呦，考你哦！兩個唔得啦，小康老師起個跳，人家是這個是，這種是客家的傳統東西啊！你搞這種音樂，因為他們穿短裙嘛。短裙，所以你會想到這樣。女生都辣妹就出來了。那還沒有其他音樂，其他的。有。來。再來。走來，比較中版一點的啦，療癒血壓。對。兩周的嘛，嘞哈。哎呦，你看按張有咪頭，對嗎？真自己起來就轉了，你自己就又溜掉了啊！我吃到嘅小嘅對你來講有些太重。其實練功，因為也係練功水秀，平常時啲台檔啊做表演嘅水秀，嗰種其實也係算短嘅咧。算係短嘅哦。所以短的看起來很清重呢，做表演的可能有啲很哪重，冇錯，冇看角色啊。哎呀，厲害！清腔呢，兩家講什麼嘅？係啊，加個水秀嘅，做嚟講一下嘅嘛，轉那個八角筋，還有南會哈，因為我基本一帶動到嘅家當，我家搬出來了，就有那個八角筋哎呦，嘿，那八角筋都用蠻高。其實那八角筋太體按之先，太體都係較後上嘅細模嘅，較後上嘅細模嘅來去做那個構色嘅八角筋的運用，這樣，像也有按用嘅平轉花，按用，就像倆。
韩国按钮给罚。加油加油！还有丑一，你可以把你的脏衣服脱掉了。哦，这很难呢，挺难的，很难呢。对，我们三个先不用顺风，嘿，嘿，过去，太大嘴，酸快，慢用。好，就有按钮给罚。哦，噔。哎呦，很怕，厉害呢！罗哥吃宽了吗？罗哥都会转呀东西。不，请问一下，你那练球的？表差不多有10年嘞。10年，改路就穷人忙是高高啊！哎，某一天啊，罗哥好东西挺有天赋。系啊，你看起来就是懂我转呀东西。系啊，那个时候谁我你帮我转来，好，吃宽，罗哥2人听拿吗？哎呦，不是哈，哎呦，转一下，就哎呦，转一下，可以技术。哇塞，啊，这也没弄不着意了，转起来，嘿，对，用你的剑指。Go！ 其實佢那個數字條做得低啲啲按鈕。哦，一啲動紅。嘿。哦。錯。有。哎呦。我相關。我剛看你這樣轉一轉哦，我覺得你很適合去賣一個東西。賣乜嘅？印度煎餅喲。甩餅嗰種。他們每一次煎好以後，那邊甩，哦，有時候甩上去還丟下來，哦，還在甩。哦，我找到副業了，什麼？你可以斜槓，什麼？斜槓真的。台灣很少，應該很少人賣這個東西。嘿，卡西有點位。對，這個獨一無二。我考慮一下哈。客家甩餅，主持人，你看 TN 嘅台灣哦，但因人哋嘅國際搶眼台視。哦，錯，哇，那麼厲害，出國咧，哎，這種咩係推表台灣呢？係推表台灣，係咩黑洞黑雲啦？前面對，係代表台灣要燈光照強一點。錯，因為嗰時間，我哋有個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那個甄選，錯，嗰時候嗰時就有，因為我用客家戲曲，按用嘅紅色來去表演，係嗰時就去到西班牙、韓國嘅非洲、聖多美普林西比，然後意大利，係韓國嘅奧地利亞邊，係向下來去做呀客家嘅表演。其實青頭剃鳳咧，錯，其實你外線全國台灣嘅100個學生誒，就是我們都是不同的系科系這樣子，然後係學生嘅不同學校也不同科系，完全冇共用。我聽嘅客家就錯咧，錯。嗰時候嗰時係去周文昌嗰邊嘅華僑啊，韓國外國人看啊，佢都看到你台灣有按用嘅藝術其實同感同。韓國最有印象係因為你去聖多美普林西比，嗰時係我哋嘅邦交國，係見到呀總統，我們見到總統，然後喊衝國威本吉他，然後喊叫按鈕，就知道哦，總統還哭啊？對啊，就是懂感同，哇，按感去總統的家，對，那時候就真的，對啊，東南夢嘅經驗啊，對啊，他為什麼要哭？就覺得感通啊，懂感通啊，藝術無分國界，錯，因為嗰時我哋用呀傳統嘅東西，拿送給到嘅國歌，他們的國歌，然後唱給他們聽，然後又寫給懂到唱台灣有乜嘅美色啊，呀，就全部講，有結合就唱咧，他們就覺得哦，懂感型嘅台灣真係情有意義，沒情有性。看歌劇也是一樣，有歌劇我們也聽不懂啊，但是你聽那個現場那個整個震撼哦，你會被他感染，你書就會按鈕，會共按到你就表演，對，開起來就會觸動到。所以剛才有講，你也曾經參加過這個曾校長他那個，嗰時係去澳洲，澳洲嗰邊，紐西蘭澳洲，就雪梨啊、布里斯本，因為嗰邊有懂到嘅客家鄉情，其實就懂，我即係因為嘅體拜係人嘅真係懂幸運啦，嗰時去到嗰邊，你唔係住帶乜嘅台飯店唔係哦，你係帶嗰邊客家鄉情嘅屋下，就會覺得哇，就是他們把我們當家人一樣在看待。按多幾團你多少年？幾團幾多少？
差不多有30、40啥，差不多。全部40啥，带到冇用用嘅向前嘅副卡嘛。抽，哦，分组，第三年呢，迄都会做什么会长家啊，什么啥，这个卡爱哦，真的啊。新加坡人你客家真的，就会客家人全世界都有大家的创意我下。设计啊，就咩本做主本样子。像几时节爱带嘅我下就系给客家乡亲喊主持有本历史爱他们还怕我们很想念台湾美食，特地煮台湾美食给。这样住了多久时间？一还记得几时节差不多有2-3礼拜呢，吼，2-3礼拜，对，6礼拜。哎呦，正年轻欢，吞掉一了，住是本掉。对啊，都得表演，就表演，然后你要看他健康。而且澳洲的房子又漂亮，对呀，每一家每一户都好漂亮啊。纽澳那个，你如果前面的花园哦，你如果没修剪。他是会被罚钱的。哦，正经哦。那某中货，你们做个小时个做给造景就对了。对对。很想嫁到那边。哎，真的。我去那边待过，真的我都不太想回来，好漂亮，空气又好。他们是员工呢。嗯。我汉拜罗哥突然离开后，员工旅游。谢谢罗哥，谢谢罗哥。你就找郑校长啊，你就加入荣兴客家剧团。然后训练很不会唱嘛。更多的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来高总也来到现场了，对，鼓励一下人学生的嘞，鼓励一下。你家都学校地方吼，爱家喊做高中，你当年就会提名而拿奖好点哦，真的啊，正经提名哦，当年拿提名，一般拢提名，哇哦，其实一个传统戏剧课哈，学出来的人哈，唔要单唱去做戏啦，你做乜个东西，佢都做得当好。我看家亲就熟。係啊，客家戲出來人要唱去做廣播，唱嘅就咩做廣播啊，廣播咩好？對，自己沒有做廣播，沒主持節目。唱歌咩好啊？係啊。哦，我表演嚟以後，嗰家基本講好，要得會換咧，會全部都會做得。對。人講行千里路，順途萬件事。家己都當到多學校地方，要咩參加出國啦？係啊，像摩托樹啊，但是又出國啦，萬里路啊，你。樹咩要拖啦，萬里路咩愛行？超多愛行。也有世界各國啦。哇，真係。係啦，啊，榮興劇團也很多年，當年都有出國，除咗去年疫情開始，就冇出國，冇當年差唔多，當年就我有出去各國蔬菜啦嚇，因為有校委會嘅關係，嗰個各地方嘅客家鄉親，也會有要求，也就會辦一個客家大會啊，一乜嘅，對，所以我出去啊，鄉親也對。人自家嘅文化嗬，真係要相當嘅人嘅講按樣講就講，佢離開家鄉久嘅咩？人家就在去表演嘅時節，而家都是親感通。我點我連親切感啊，係個親切感。親切，故作家下你家講嘅太教會做太，嗬，佢一家人佢一台茶嘅，每家人都有茶咩？佢。一台茶做3-4年，哦，故說10台茶是做多的，對，因為這一料啊，啊有上次太辦法通常會搶遊覽茶，喺冇幾都全部太家就會用舊茶，講開過咧舊茶要太他搞個副總出力就出錢出力啦，你家冇問題啦，喺外啊就培養出來算。最優秀嘅學生，哇，咁感通，對，哇，多謝陳校長，真感通啊！其實連愛都感通咧，因為愛非常感謝愛嘅學校啦，就是會覺得雖然也下冇啲衝擊的，但是有時候差唔多新年的啦，因為也下就轉紅來到，唔過就會知道人嘅欣賞，就像我行業就是常常會一直關心我們，最近好嗎？都不會因為你現在不唱戲，然後就是覺得。
把你丢到一旁，完全会是理都不理你，日为师，终身为父。真就是像人家不喊影片，故事会回送什么，感觉人家欣赏，很高中，嘿嘿嘿。什么那个一个发通的读读机啊，厉害，发通青豆嘞，哇，好厉害哦！这个桃竹，桃竹苗这个这个桃竹苗地区的霸天呐，哎，活动主持人，哦，对呀，蛮来不宽动，真的，加油加油，好，努力努力，谢谢安子姐，马来合作消息，谢谢，来杀了嘿，陈志怡带来后堂的歌曲哦。我给我是太后毕业嘅时间，给我是毕业工业，我去做酒家女，给我是给出去。酒家女，你有去兼差啊？太牛哥，哎呦嘅，了演艺团呐，就好年下来咧。给你啦，哎，你懂幕前，懂幕年下哎，给干嘛呀？哎呦。志怡真的懂等一下，你动态爱滴甲用版，你甲按紧重咧，系哦，排在你甲后背系哦，真嘅还个高中啊，当当的出去看的。高中你都要到时间去太不水木嘅，系啊，真嘅，就是故事有点木霎霎嘅，唐到人冲过去有想，拍到咧。你有问过高中搞过吗？我今年去考研嘅时间啊，跟我是喊嘿。国立台湾戏曲学院，跟我是我今年嘅时还是戏曲专科学校哦，动作呢？动作比太好就那你比他们都还早。没有啦，她是学姐，她是学姐，对，自己还听歌，还听歌，你家还学妹，跟嗰樣時做嘛上嘅容易嘅。嘿，其實嗰樣時喺我國小5年生嘅時候就去考試。國小5年生就吐了哦。嘿，然後其實嗰樣時喺我媽媽嗰樣時就吐我去看咧。用心劇團嘅戲，嗰種是我喊嘛。所以媽媽沒客家人嗎？我媽媽還蠻客家人，我覺得我是替我媽媽圓夢啦。對，媽媽老了沒辦法加入了。佢就看我做啲看模，就是看下戲模，做啲看下模，用嘅耐心模。結果佢就發現講，亞生也做得咯。做得，坐定乖乖的看。我就講哇，佢欣賞很強誒。後來我就去考試嘛，嗰陣時考試嘅時間，因為其實嗰陣時我唔知講學校地位都有分嘛，該內考。係，唔過我嗰陣時考試，我就從頭發開。嗰時候就今年客家戲咧。你有 healthy 講，嗰樣時坐定你看，你講啊，佢安講啊你冇？當然冇啊。冇 healthy 啊？冇，完全冇，我非常嘅感謝學校。真嘅，學校其實就當初我嘅第一個家，第二個家。那你真嘅啊，佢
4后就可以是偷人总共读几多年12年，哦，真嘅係牙噶，一直好高，你要9年國民教育，係啊，讀到高中啊，太好畢業，哦，哇，冇簡單呢，很有耐心呢，係啊，真的好有心，佢衝到清後啊，冇啦，對，那你有跟李佳一樣都第1名嗎？校長有嗎？啊，高中咁唔記得。加個班吼，加個班算青雲，他都是動力去，規班嘅同學，算議員先學嘢四個學校嘅1成7呢，第幾位親好，後來就要卡冇，嗰個一單嘢出來，要位親好，嗰度佢聽嘅可以講，第幾過後以後，聽嘅跪下嘅加個班嘅同學，親友先，我嘅對方嘅一隻主角，就會叫同班同學，古代真啊，而家從啊花屯裏啦，今年要到國家劇院做嘅天上人間桃花源，主角都會叫啊，做加個班上同學。哦，而家同學哦，按冇繼續衝下去。至於其實叫加工嗬，喺我初中嘅學校嘅主任呢，真的啊，也是有淵源的，有。所以張安的因為鉗咯。冇後來張地嘅，後來張地嘅，後來我今日去叫學院圖書嘅時間，我加工張老眼工。哦，張雷，印度張高中就錯咧。即係講係初中嘅主任，其中嘅訓導主任啊，中主任我唔記得。初中嘅，即係講相同嘅，我記得。係相同。哦。哇，你連結真的太好了，對呀。我人家加工搞過幾搞難嘅，對。傳承。其實係嘅乜嘅咧，術考主算錢咯。我記得佢特別問醫學教家有沒有打揚琴嘅款？有學過揚琴，有學過揚琴。我是二胡，姐姐是揚琴。姐姐係揚琴嘅矮人咧。揚琴都亂打咩？唔係啊，揚琴嘅大一點沒有清講，係啊，不錯的，係啊，相當好啊，相當好就好啲嘅。佢媽都在做呢，有要做嘅罰單咩清講嘅搶衣罰單。冇錯，我就會做搶衣罰單嘅。其實我唔單槍就會做搶衣罰單，我嗰種是太后畢業嘅時間，嗰種是畢業工業，我係做酒家女，嗰種是給出去。酒家女，你要去兼差啊？不是啦，哪一家？你沒跟我講，我去跟你捧場啊！你來不及了。係，嗰時就係我都給出去，我都做煙花，係揪煙花，跟住就會給撒煙花。然後那時候揪煙花就會，因為地位都做酒家女，就會老客官有對散，然後太牛哥，哎呦嘅，來演藝團啊，都好年下來咧，點啊？誒，你懂冇錢，懂冇年下啊？一個人來啊，係啊，如果就是我唔係做按300嘅啦，你講老檔誒，真久無來啊！而家係8點檔嘅。我8點檔。嗰種時代有老檔。嗰種嗰種是我嘅酒家女，雖然她是小姐，但是呢，其實我們係罰單嘅性格。那因為酒家女嗰種是相片出來就係，我就本人係嘅係我，嗰種是我就本人叫嘅嘛。無數呢。本人叫了後，結果我真發現過我是被騙婚了。古時候呀就會家暴啊，就本給家暴是婚掉那個婚還是結婚的？結婚的，偏去結婚，就是給本來就有太老婆嘞。本來就有本人，就本人偏到嘞。古時候就本人家暴嘛，家暴到後背那個戲啊，做到後背就變成苦旦暗用，因為就有啱愛嘅小生來叫愛，苦旦就哎呦，然後還會見開啲鴉片，哎呦，還會讓搓，係古時候嗰種是愛啊，被人家講演膝蓋啊，全部都會捂牆。哎，真的哦！但你們不能穿越護膝那一些東西啊？做唔得吧？啊，是可以，但是穿沒有用，沒有用，因為你可以這樣嘟，
系啊，冇用啊。因為啲舞台當表演嘅時間動音陣，講真咧，佢也唔可以注意嘅。吃到咩冇尷尬，下回以後就會清通啊。咁其實我唔但唱有做過強魚發蛋，哦，係要做乜嘅歌？我有做過刀馬旦。刀馬旦，哎呦，刀馬旦有嘛冇強用就。有會嘅武功嘅嗎？刀馬旦咩係武旦，不過呢，像武旦地位度啊，有特別講刀馬旦，就係因為金旦唱愛武功動厲害，佢行愛唱歌，行愛做戲嘛。其實刀馬旦就會扎口，係動太會不會青島嘅？扎口還有按那種領子啊，然後嗰種是係耍雙刀，佢其實嗰種是，哎呦，又扎嘅又扎那個羽毛，哎呦，還要耍雙刀，冇錯，哎呦，你會青島呢？你全能誒，嗰種是係真人嚇到咧。正經學到咧，用辦公。因為其實我平常時就會強於發單啊，我就會演青島嘅文戲嘛。嗰種時呢，其實因為大部分人哋分批嘅角色都係注音分批嘅。我嗰種時我演一出戲，按到棋盤山，那棋盤山就係武戲，然後底部度就挑弦筒，佢就會愛衝又會打。結果嗰種時嘅。你嘅辦公室我不會就打給咋，我們叫做戲單，就是戲單呢，愛分批角色。節目單。對，就像前面後尾就講，你都有實習公演嘛，然後就你就一條線一看，我就嚇到咧，用嘅係我愛做嘅挑弦筒哦，挑弦筒就是挑弦筒係嘛，就是有點武旦，對文武的，對，然後我嚇到，因為我嘅武功真係唔係講動好嘅，我非常感謝注音不愛給飛啦，你最後還是去演呢？還是去演，因為老師給你什麼角色，你就要接受，冇錯，就去挑戰。你後來有勝任冇？當然要啊！你基本係要帶佢去家嘅，我要帶呀，會唔會啊？從家下嘅水秀啊，歸在哪個啦？家下嘅水秀啊，係冇試過嘅，衝呀，咩冇試過？人做過呀，看得出來。哎呦，錢有冇拿出來？冇錯，大部分人咧做文戲嘅時間，你會做一隻小孩嘛？係小孩，唔過衝係動愛，唔過送嘅嘅小孩就會按入黑個。做得聽字啊？係。做得聽字啊？真型做得。哎呀，做得啊！大傻老看大傻成果冇強用按聽字。你家按過，佢就唔是按過。你冇做過係冇？冇做過。係，古送嚟就會練一隻，會練習。係，但講呢。從按用就會踏一隻線啊，踏到埋嘅四腳必得，看唔跌踢。冇唔錯。那可以上要係冇強用嘅。那可以上，你看到亞亮上要嘅插片係難冇？本地團看難，本地團看難。強用按過啊。係強用按過，因為我都係聽最過嘅啦。掠黑過。係。撇住呢啲紅色，呢啲粉紅色咩？唔係。見啊，講出來咧。掠黑過。冇唔錯，亞片有亞隻東西，亞隻。高中要很多那隻東西，我弄乜嘅？一部分。唔記得咧。求救了。嘅武丹海。武丹海。哦，哎呀，做法丹海。講修法海。修法海。韓國人哋亞頭前嘅彩球啊，都係你去㗎。我們自己縫上去的，對，去甲修上去嘅。和自家做自家表演嘅東西。哇，咩清講呢？真的好厲害啊！武旦沒會，苦旦沒會，蠻不會。哦，厲害，很做得啦。係啊，用特殊嘅時間真有練青島，真辛苦。練青島，其實唔但唱練功辛苦，我剛剛成發到後，因為嗰時貴少經驗，真係非常嘅顏色非常嘅色。係啊，有離開自家不卡。係，就東窗周邊，嗰時經驗嘅時間，你係摘嘅豆腐、豆腐。真的啊？這邊청州餅強用就這個皮，我要用炸彈就炒嘞。哦，韓國呢，你大天發嗰種時冇乜嘅紙飛行數據，沒有這種東西。冇數據嘅。嗰種時韓係有乜嘅摩托羅拉乜嘅嘛？哦，小海豚嘅。冇錯，韓國嗰種時啊，你要聽喺上，嗰時爸爸媽媽就冇可能俾你錢，唔過好高地位都有嘅咋公共電話。公共電話。你覺得拿嘅咋天發卡？排列咧，係大天發。排隊啊！正元청州餅啊，用排出去3-2分鐘啊，冇唔錯，那係後尾有好幾啊，要當緊做。哦，做乜講好幾？因為好幾。
好嘞嘛。叫公共宠物医。不过，你这样听他加起来，可是就谈到爸爸妈妈想吃这样个墨汁就跌下来了，真的。真的会上不卡吼。安西天送到几多地方？时间。对啊，莫讲安西，像安西也18岁啊，送出去美国人都感觉哦，同心酸的呢。正经去做兵的咩嘿啊，像个地步就兵的唔单枪喺讲，他这个团体嘅惩罚，还有学长学弟制，青养冲。好少地步都干不完用。有，像刚刚海如讲的好几滴迄样。还有小 case 嘛，就大部分呢，大家都会本嘅好重好治欺负，唔讲挨迄本同好欺负，本同好欺负哦，嘿，挨嘅同好就啲，因为你就会团体嘅惩罚，诶，啥么人啲，你嘅就是小朋友嘛，唔系啥么嘢呢？你嘿啊，讲什么呀？好，我巴上。你啥么就可能他有的会小小的臂高啦，公说这种是同后就啲矮水某个鞋底矮会不会有挤牙膏在我的床上？哦，这给他霸凌你，霸凌你哦。不过高中唔低啦。对哦，俩低嘞。那你会不会把这种哎呀，对你学妹不会嘛？你讲好几位欺负嘛？老实讲，对爱懂好，对你懂好，直接对爱懂好。而且我小时候把他当女神在看。哦，真的，真的。结果现在是女神经了。像德武，你应该会不会被霸凌？我都是被学弟学妹欺负，不是学长学姐欺负我。哈某嘞，真的连哈某汹涌嘞，学弟学妹欺负，学弟学妹要欺负。我有，因为哦，俺嘿。高一的时候进去的，那刚好跟他们国一的一起进去，有些贵三给因为他们已经很资深了，对，资深的啊，就想说，欺负你行这样做不对，哦，那这样还可以啦，还好啦，这样还可以，没有，还会被叫去集合的，哦，这样还可以啦，还好啦，正经老周比那汹涌嘞，集合应该的，应该的，应该。那训练的时候应该很严格哈，因为我输爽了，就以前我真係擔唔懂西，因為我就一開始進去嘅時候就會練習嘅打輕調嘛。我說就是打輕調嘅時候，我就動漫啊，就會學動漫。跟有一班你就會，像平常時綜藝節目都會講鯉魚躍龍門那種，我們是講穿毛啦。穿毛對穿毛，一隻鉗的啲人都穿過去。冇，你冇鉗的，因為你唔係馬戲團，唔係你頭髮馬戲團，係做嘅，就還幫你點火咧。係可能就從按用他太炸嘅做嘅，按你就樣，按用跳過去。穿跳過去，穿跳馬，那個跳馬，對，這樣穿過去，不用我謝謝。如果你要，那你先叫救護車。不過嗰陣時呢，因為我就懂夾嘛，他們我就啲按用嗰邊等啊，然後時常就會講夾，就記得咩唔會特別去鼓勵，就講快點，他搞到出去等。嗰時候你個壓力就懂他，嗰陣時我就想，好，算了，死就死吧。嗰陣時就按用上。恁做嘛？甲你拼落去。冇錯。邊嘞？我就直接用跳過去，結果呢就動槍嘅射怪，就直接頭就鴉片降進去，就這樣凹斗。哎呦，對，因為用嘅嘛，係啊，唔會太嘅，個凹斗行啊，變下斗，係啊，不然我用用按過嘅呢，係啊，只有可以按用，哦，你不能喺名模就錯嘞，幾百跌倒，後來就上都按用。我唔知本來就得去凱沃嘅，哦，嗰種樣子就直接。小康老師都唐螞蟻。子怡啊，真的懂你應該客家電視台有主持節目，對嘛？有主持天台嘛？有嘛？有啊，係啊，然後總把強強下啊，對，那個討人厭的。私人恩怨唔好講，後來你時代下講哈，逆心。好了，謝謝啦，謝謝。那你錯鞋帶回去，冇啦，先不用的啦，轉醫嘅官就好的啦，我哋殺下來呀 V， 殺下來分享起屁帶來後堂嘅歌曲，來彈個啦。这个应该是算老旦的角色，唱爽嘅太鼓啊，老旦嘅角色，唱爽低，唔要演小攤，唔要笑神，哎呀，本身咩冇辦法，就演唱爽。給主角啊，給主角，哎呦，你係主角咧，用情平語。因
因为进去给自己哦，那老师就说你那么高哦，小丑好像也做不得啊。那他不是看脸的哦，也不是看脸，对，颜值担当嘞。真思念，打扮那有三妹，打扮那有三妹，打扮三妹，三妹高兴年老那呦呦的哟。打扮来三阿妹，三妹来啉酒。比比来又赞赞，比比来又赞赞，比比赞赞，赞赞高兴年老那呦呦的哟。打别来思啊恋，真啊真思恋，打扮那有三妹。那有三妹，打扮三妹，三妹老发圆老那呦呦的哟。打扮来三阿妹，三妹发圆了，苏扮那有发髻，苏扮那有发髻。有办法给发给梦少年老那呦呦的哟。哎呀，这个女人啊，捞过界了吧？对啊，你哎呦，这个时间看到我实在是有一点违和感。没冲流行歌诶，嘿，俺迄冲流行歌啊，不过俺太好。要做单演。哦，俺要做单演，走错棚了是吧？戏剧好演表演的部分。莫按呢，俺没黑啊，没黑吗？俺黑俺。第三届，哎呦，质疑学姐是不是就她欺负你？不是，还是你们的学姐哦。哦，学姐呢？哦，不敢当，不敢当。哦，第三届，哎，我这想唔到呢，比来安尼节目比赛的时间很生硬的。嘿呀，哦，节目比赛的时间。好像就是大学的时候哦，就会偷俩戏剧好演嘅时间就抽嘞哦哦，真的啊！我讲诶，唔係嗰種時期來比全部唱流行歌曲啊！哦，冇唱傳統嘅歌咧。哎呦，哎呦，看唔出來，冇用要獻出嚟啊！對，跟你做嘛係咪想用一顯呀？哦，因為我高中喺拖華岡藝校。表演現代的表演，這種是其實華岡藝校學科念的很少，大學要考大學可能有一點點困難。這種是因為我喺第三屆，然後前面已經有第二屆、第，你看這只係第一屆。哦，你這咪做華岡？哦，你這老嘅欣賞係口音嘅就出嚟。哦，戲曲學院第一屆客家戲。戲曲學院第一屆，第三屆，我就知道，跟着姐姐腳步，而且我覺得客家話係我自家嘅母語。所以我選客家戲。妹妹很多，就小的就會這樣，覺得哥哥姐姐，他會把他當偶像。姐姐偶像擁有。哎呀，這姐姐哇，在那邊很棒。哦，冇唱下咯，冇要澡堂啊。沒生。哦，因為用嘅關係啦。應該就知道不同的領域。在高中學嘅老太學嘅冇共用，完全不一樣。太學爭議，高中爭議就客家戲，我覺得很困難，真困難，哦。聽錯未？像記得剛剛子瑜說要翻啊，嘿，我真嘅是冇辦法，冇辦法哈，冇辦法，冇辦法哦。跟唔啲學校練默嘅。
东西？我们主要就像刚刚校长讲，唱腔跟冲腔。是负责冲的部分，念的部分，然后动作就是老师要慢慢修这样子。动作的部分就没办法。不过太起来腔哈，可能暖身的时间给我用个啥？那个时候我庆记得开学第一次上这个练功的课程。练功，听说每一个礼拜都会有。老师说拿顶，我说拿顶我们就看怎样拿。拿顶，倒立，倒立，真的，倒立是拿不上去啦。倒立的那拿顶，拿顶是应该被共犯是什么啊？俺刘真给不知道，就看到，因为我们太后黑一半一半，科班生一半，新生一半，你就算新生，嘿，你。就看太嘎练功的时候，大学是这样子，跟着学长姐一起上课，运动多你唔摸呀，用板，这个时候那科班生的学生啊，同学都很好，他会辅助你，会让你听数一下。那不就青岛的角色你就做我们的演武打的部分我们就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你太部分演嘛噶，我演嘛噶。对呀，你看拿书就是可能其他没办法嘛，因为像我们在大学的毕业公演，我们有演一出戏叫《闹肚》，我有照片。闹肚这个应该是算老旦的角色，苍笋给太鼓啊，老旦嘅角色，苍笋太鼓，唔要演小摊，唔要笑神，本身咩冇辦法，就苍笋嘅，嘅動作係簡單，真勁啊，哎呦真勁咯，蒼筍太鼓衝啦，叫佢衝，你夠鐘要花工，嘅主角嘅主角，哎呦，你主角咧，嘅主角。主角，也出去嘅主角，鬧圖嘅靈魂人物啊，係太鼓，蒼筍太鼓，係哦，你主角呢？唔乜嘅都唔曉啊，本做主角，哎呀，很排泄，你要拿錢去食係嘛？冇啦，我那邊真很認真在上課，衝狗做的啦，衝狗做的啦，係啦，冇問題。嗰種時唔加下累，唔加下爽的唔衝。你衝咧頭髮塊，頭髮沒，時間過，但是你啲表演時間應該會衝多動多嘅三態跳，戲劇嘅歌嘛。反而倒比較少，小跳比較多。小跳較多，小跳較多啊！你還記得嗎？班，來練習一下。我可以帶來一小段，就是鬧肚裡面一個小段，這個數板。數板，就數來一包嗰種數板，類似大板的意思哦。蒜頭蒜米口蒜甜，一茄唱到好中間，暗送有人老我喊，温柔卻背在岸邊來，在岸邊。哎呦。岸邊叫岸邊，岸邊，一點點不一樣。要對動作嘅思想唔知係嚇。我咬幾條暈啊，我講啱順啊用。即係表演當然融合動作冇咁樣。係啊，像高中圖嘅華岡藝校應該較流行，較新嘅東西。你算後來當一邊戲劇學院嘛，但是你用嘅同嘅現代嘅東西，同傳統結合。其實傳統嘅東西咯，現代嘅東西結合，我是知道學校嘅學生接受度不高，因為其實在我大學的時候，我忘記是在大一還是大二的時候，其實到學期末都會做一個年度的呈現，小小的。你就因為班上有一半是新生，也都是學表演的，只是不同學校這樣。你就是試着把三角採茶戲加入舞蹈的成分。剛一現推嘅舞蹈嗎？哎呦，三角採茶戲，看似會覺得很新鮮，但是對於傳統戲曲的老師會覺得這就是四不像。哎呦，做唔得給他嗎？吃粥唔係粥唔得，只是我們做的不精緻。我是知道。那後來就放棄了。可能要巧妙的結合啦。對，但是我們可能。
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它做得更漂亮。我给他做过寡体呢，就划船，人家是这样划船，对，划船这样。罗哥，你真的很可以，你要不要来开发一下？哦，真的哈，你做对了，罗哥做你的 YT 再来做一次。对，我还想去演歌仔戏。做的哈，对，歌仔戏我有演过了，有演过。大三的时候有参加过这个唐美云歌仔戏团的演出。哦哟，哇！去巡演吗？俩黑啊，在大爱电视台菩提禅心演一个小朋友哦，小朋友，俩黑他年度大戏吗？俩黑矮大院千秋演那个侍女哦，侍女嘛，侍女就是丫鬟丫鬟不是在侍女，就住在室内的女孩子，丫鬟是宅。哦，侍女就是在皇后旁边的那种侍女丫鬟。你看侍女光一了，她狗屁的，还有带一张给哦，哎呦，真的就是歌仔戏啦。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不会身段，然后也还是学生，所以其实拿到戏份都是跑龙套，就是演丫鬟啊什么这样。但是我迄阵客家台戏有嘛无共用。哦，伊就讲合法，也讲葫芦法。哦，黑暗用诶。哦，差别的也听听吗？还有曲调。哦，曲调应该冇共用啊。嘿，我啲唐美云歌仔戏团还有好多一系列，因为我要唱歌。哎呦，就好多一系列。小家。不是，不是啦。其实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就是心骑白马走三关，解我所依回中原，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个是真的，就是歌仔戏的曲，它是7字调。哦，7字调，对，这个我们这是大家耳熟能详啦。真的，这个也拜那个谁，徐佳莹是。徐佳莹啊，开始就对啊，给冲出了以后，很多年轻人又更了解，想要更接触。修一堂宽啊，对，连整个华人地区全部都，哎呦，那个就是歌仔戏的，真的很棒哦。对，哎，来听一下郑校长，可以用水力搞歌嘛？还有面对哦，高中第3届有啦，高中好。福高中太好，因为也教育部规定，做唔得跪下出接上去，不说我福高中都高中毕业时间，有一般的学生诶，佢做得佢唔可以繼續讀，佢做得考配就學校。中央因為有也高中要當到表演課呢學校出來。學生誒，像乜個南強啦，乜個華裔啦，嗰啲咧，而家都要做到了縣車呀，也是教育部規定的呀。不是等於講，我哋出省呢，學生只能有一班，一般其他還愛繼續來拖個時間，佢要參加考試。還要考試啊？哎呦，去搞學校沒有考試？一般上都係直升啦。對。其他都一本攞波人考。本幾多幾？結果。嘅開始嘅時間就有差唔多一般嘅人嗬，大部分都係諾貝爾學生嘅，就像 P2啊呢，到學校當中變到很多跨兩域，嘿，本來學嘅東西冇共用，跨兩域，也就考一條先生啊，來到應用其實兩組冇共用嘅學生嘅，對，但是按多年來，現在不幾多。太學4年生我畢業嘅時候，全部都融合過啊！融合冇融合做唔得啦。有啲嘅學生嘅嗬，佢願意學傳統嘅，也學4年了後嗬，佢咩差唔多會留一個科班生差唔多咁樣，很厲害哦。有啲很學嘅，認真學嘅，係有上嘅學嘅，有啲就冇辦法學嘅，佢就像個。譬如講嘅拿電嗬，客翻又講，你就會冇辦法咧啦，冇辦法講東壁，東壁，一全部客家都有啦，有唔曉講嘅，叫做東壁。東壁就壁咚嘅意思，東壁。咩啊，就倒立嘅啦，倒立嘅意思。頭擺做嘛講東壁，第一就。
其实拿点的时候也是一样，都会有在墙壁上，在墙壁上。我嫌伊东壁，张有办法好宽过伊咩？你也冇办法东壁嘅人宽唔过，而家宽过伊几钱？你比如说有两只东西，一个东壁，一个凹腰嘅咩？凹腰哦，一两只挖人超用感觉凹腰，一两只我配合张有办法宽，迄冇办法宽，冇咁多宽就是翻跟斗哈，宽有分哦，有瘦宽啊，有前锋啊，对你很多闲练的，全部都有规套的，有过年有客家机啊，都因为从细吼，就讲过年啊，全部用过年的讲法，不是讲客的唔晓得，啥唔晓讲。其實中央也有吼。對。家頭講嘅機啊都來，冇辦法好。對，喺度要結合喎，要現代東西。有。用嚟去連結。都未放機啊都一個欣賞吼。差唔多從太學1年生開始。其實我上級畢業嘅工業，也1年究竟要用乜嘅方式？采乜嘅方式來培養嘅表演？當然畢業公演基金老也高中嘅冇咁樣。高中絕對以前係傳統嘅戲，大學絕對冇傳統嘅戲。我結合過，冇結合過人唔啦。哇，還要與時俱進哦，係啊。嘅冇辦法啦。畢竟家就全部都安尼，即係一天會一半上嘅啲新人。嘅添咗半日嘅人嘅愛考生，又好表現。故作講講，當簡單嘅一個人嘅鬧圖，太古做嘅主角啊！佢見講佢冇乜嘅3萬嘅人，佢係咧有主角好多。係咩有3萬？唔過高中講法，發講咗啦，實猜啦，咩發講咗？而家都講佢講。你講平板佢冇創到，因為也手機嘅，唔是用到嘅，三角菜茶冇人創平板，人家菜茶伊平板實在太稀以後，但個其實個平板就會菜茶，就會天公落水，一個東西其實係平板啊，平板又有人拿來作過就變啦，就即係講嘅新卡白咩，以中央嘅意思，不過也。諾貝爾人講好，一般人講菜茶歌，其實就係也菜茶戲嘅主要唱腔。咪可以講平板，因為佢辦事化，不是咱講平板。其實佢都菜茶。哇，這太深奧了。對，就哇！我現在才明白為什麼你可以當主角，沒有人了嘛。有啊，有講咧。沒，你是講愛上課有認真。酸葱講含清後啦，應該是可以啦。啊，冇嘅，用嘅弄嘅大擂台安尼，好唔好？黑嘛，有刺青啊。你今天沒有請你來，我們真的不知道你在這一個領域還有經歷過的，真的。給你溫習一下，黑冇？好吧，繼續加油，好不好？謝謝安子姐，大家來回做休息。好嘞，撒下來。撒下來邊唔低嘅。較好演的呢？有啦，低啦，低下我看低嘅。就動有興趣啊，張一做。哦，張一拖嘅係哦，超得乎帶來後堂嘅歌曲。好嘞。情平雨，來安多那，來唐留。太呀，蒼山歌那。
山高。嘿，楚河南，爱强烈，大家来自潼南。莫讲不对，戏曲讲阿妹大家好，我是车大夫，A.K.A. 戏曲马保国先生。我们需要重新进场吗？对，没关系，没关系。对，周队长，不会打扰你，不会打扰你哦。那你马保国的姿势要弄出来啊！哎呦，那个可以来一套，现场可以来一套。马保国来啊，来个那干脆来一个那什么飞脚片腿，然后旋子好了。好，来马保国，帮我拿一下麦克风。马保国，马保国是谁？你知道吗？啊，大陆有一个很厉害的那个。哎，罗哥，人家在演出，你在那边打。这是 NG 版吗？你是在暖身吗？腰有点不好。那我觉得你比马保国厉害。马保国只会这样，一边、两边、三边、四边、五边。大陆有一个。我刚以为是妈宝，我以为妈宝。马保。哎，俺妹唔敌呢。东风啊，马保国啊，还说他的太极怎样，然后还可以去挑战那个人家那个格斗的，对，被人家一拳打到，打到黑眼圈啊，在地上就冒出不服给。基本伊迄来表演来吗？哎基本伊咁买身份来。哦，基本伊啊，俺係戲曲學年嘅第14屆的。哦，第14屆。客家戲啊。挺好上嘅呢。來，學姐妹好好欺負他一下，哎呦，有武器呢。有啊。哦。對啊，你為什麼這樣子當生咩都係呢？節目參加比賽，還是幹我要做生意呢？佢對配音冇功用，他就很專注在佢七家世界裡面，自己的世界裡面。然後沒有想到有一次來畢業時間，他已經就趕入這個戲劇學院了。對。啊，因為有興趣嘅樣。哦，因為我嘅阿姑推薦我，推薦我去戲劇學年，因為家嘅孫有去戲劇學年，跟我嘅那個學姐這樣子。哦，她是邱彩雲先生。哦，邱彩雲先生。對啊，那個國寶賴碧霞嘅哎呀，他女兒呢？係啊，我見人姑姑哦，個賴碧霞唔係乜啊？要喊那個。曾祖母了，哦，真的呀，好像是要喊曾祖母的样子，对。哦，跟你有冇傳到嘅？冇共用啊，冇共用，夾雜撕吹張一撕離。冇啦，見咩要幾多房間啊？冇必要用啊。主要係因嘛，應該喺高中上開始讀嘛。係啊。唔講哎哦，就是高中畢業的時候就直接偷偷的先離開了啦。哦，離開哪裡？乜意思？我就沒有再繼續去讀下去。高中講嘅，再繼續去讀太好。係啊，嗰時候離背度全部的都是3年以上4年以上的，只有我一個只有3年而已。3年哦，3年而已。你有好偷買的東西？因為我進去嘅時間哦，那老師就說你那麼高哦。小丑好像也做唔得啊，那他不是看臉的，也不是看臉，對，顏值擔當呢？那個是，對，他好像定位很清楚，對啊，其實演乜嘅小生呀？吳小生，對，吳小生都唔係會必發嗎？東西？有一系列就是手，對，那一支槍也是我的。吳小生有分就是手有拿武器跟沒拿武器的，對。那吳小生如果沒有拿武器的話，就是可能做一個動作。幫我拿一下，看，沒有武器的，你還冇武器哦。哎呦，有，還蠻有樣子的，有模有樣哎。哦，
做对了，可以了，不差。可以吗？学姐做对吗？学姐可以吗？对啊，可以。学姐，我们不要顾虑这个部分，那用做对吗？很做对，那张练习张后3年，其实我感觉做加油，做对了，再练一下，再加油，再加油了哈。我觉得可能校长已经看不下去了。有武器的怎么办？武器的加油加油啊！我们需要清场吗？我觉得我们闪开一点，好像清场，真的。然后你太难了。小康老师，我们小心啊，保护好自己，对，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别人。太这个。哎呦！学姐惊呼了一下。就按钮。哎呦，干够没？清理回来了，还单枪谁来也做得高俩，就是男生专门这样子。对，不过还有女生的不一样。没有 CMA 吗？有啊，CMA 冇用用。所以你跟勇士比啊的东西，有敢有上舞台表演？有带过1次而已啦。有100。对，有100。然后那一次就是表现不好，所以老师不敢给你再上。我找一个人来示范给你。有 CMA。我看是你的学姐还是什么？算是学姐吗？云文，她也是学姐。学姐。东石我高的时候他是大4的，来，人家知道云文就感够厉害。来，我们欢迎新闻，来，哎呀，金刚姐罗哥，来新闻，大家好，你用機用嗎？冇空用嗎？誰來誰冇有查呀？較重一啲啲啦。這份嘅成果嘅，分成果呀，它是定制的就出來哈。反正新聞的稍微重一點點呢。對呀。分成果的。什麼叫做耍槍？來看一下，來，雲文，然後你再拿一下哈。好，雲文呢？小剛老師，你這看他打扮呀。哎呦，哦。我刚才吃的颜值高，可以就挺厉害，就舒服，对不对？没关系的，我是小鲜肉嘛。学姐永州对吗？对了。我先回家了，可以吗？我有这个学弟吗？拿通。你没有射到学姐的心了。没关系，那可能是还深入的不够。没关系，新闻。先加云文，先回座休息一下，先专业毕业当红潮，等下破获的功能学姐一下。对，一定要要。好了，你除了小生以外，还有吴小生，耍点像，还有俩还吴小生，还有吴小生，吴小生刚刚演过嘞。你还有演过吗？老生吗？老生他4號。錯，因為我跟那個面啊，看起來像抽象化，很像對。不過我原本畢業公演是老師講說，給我演個店小二，那也是小丑的角色，想說比較適合我啊，扣一點6-3年那種感覺，每年是夢夢錢。然後呢，我怕你吃到我。扣一點6-3年，每年是夢夢錢，等價西風下。佢叫漢夢田來，漢夢田。這好像小哥在演，很有名那種神色。所以沒有演店小啊，還唔演武生啊？老生沒有，實際上是演老生。對，畢業公演的時候實際上是演老生。那老生就又不一樣了。不一樣，對。冇用啊，冇功用。因為我嘅身高跳高啦，老師就叫我胯子要先扎開。胯子扎開，再稍微微蹲。還要微蹲。對，那屁股不要太翹。這樣有點像練99神功呢。有點像，屁股還不能翹哦。還不能翹是不是？對，因為我之前那時候翹的時候，老師你屁股翹那麼高幹嘛？啪一下，還不能翹。不用，往前頂。不能太翹，也不能往前頂啊。就衝龍應該用啦。老人家那樣子，然後稍微微駝背那樣子，稍微微駝背就好。有衝，羅哥有衝。有衝哦，還不能露臉㗎。羅哥必喊他衝。他衝啊！愛射他吧，好的。就要有航路黑啊，航路黑啊，然後就步履蹣跚的走路，那手上這邊要扶着一個大袋，扶着一個長長的東西，長長的東西啊，那個叫做 PQ， 那個是腿長吧？大袋驮起來。扶欄杆嗎？對啊，啊？
黑啦，那是一个大袋，就像我那个照片上面有的。哎，蒙西哦，个袋哦，袋啊，提起来了，哎呀，提起来。两个都大袋吗？我们戏剧很多大袋哈。对，戏曲叫做大袋啊，大袋。对呀，然后扶着大袋，然后这样进门。要去看医生的啦。他就要用步履蹒跚扶着大袋，一模那样。然后前面还有跟着一个小孩子啊。那 Kiko 小时候的。那我刚看郑校长，他走路就不是这样走啊，某汹涌啊。对，他也是很稳的走。高中呢会抽肉身，给大将之风啊。我是后来之后当了员外，好像70、80岁才当员外。因为那里面照片也有，员外出来的时候比较风范就比较大一点，然后可能因为我太高就不用穿厚底了，原本是说可能老生还要再穿个厚底垫高，那因为刚好毕业公园想说太高了，不用了，那就好了，穿个布鞋一样继续。那到了之后就那什么前面就来一个捏到中秋分外公，然后最后一句三勇高志天下勇，就这样子就结束了，就下戏了。就那么短一点点，你的员外就用机台词就出来。没啦，那是后来啦。后来。不过头前给肉身跳多给台词啊。吃到空，你的戏剧后演应该，不会清辛苦吧？买供肉丝发啦，因为我刚吃了生食豆沙包。3年里面我有1年半不在学校。正经。为什么？这可以翘课翘那么久？太辛苦了。请假啦。请假。因为我今我不会表演呐。哎呦，真的啊！这校外实习就上来，也有啦，那也有跟着学校一起出国。真的呢，那时候高中带民俗技艺，就是杂戏团的出去，然后因为我给驻英副主任啦，副主任就特别推荐我，推荐我去就是厦门那边的朋友一起交流。对，这个读3年，第二边待1年半那里。呛尬1年半，呛尬1年半，家出去表演，家出去表演。对。有没？怎么你这么好，他们就没有？对呀，你就扎扎实实的练功呢。对，拖了11年呢，都冇冲啊。对呀，没有啊。像老师叫我劈腿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讲，老师，听说高情商还有就是高智商的男生不太会劈腿，就又逃过一次了。对，那时候我觉得老师是放弃你耶。不要讲那么实在嘛。马上被吐槽，对你很有意见，真的啊！现在你看，全部都是女生，只有我一个男生，我被欺负那好，跟干咩用？对，干咩？谈告状啊，有告状他实在了。对。当然，因为戏曲学院这几年，因为教育政策的关系，所以刚刚他们谈到一些所谓的学长学弟制啊，这些东西现在都已经慢慢的没有。其实从我当校长的时候，就开始有做了很多的改善。现在更是了。现在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要比较照顾这些小孩。所以也有很多老师会觉得这样子下去，可能传统系的基本功可能没有办法那样。但是还是我用掠到各种的方式来本一条新人的鼓励啦，都讲按多年虽然讲掠个安尼。慢慢的用爱的教育，也冇讲服装老一就不欺负一就，也冇办法的咩？也规下的教育的政策係真的冇一的东西啦。但是练功练功，先生还是要用嘅所谓棍的唔係打學生嘅呢。佢見到跨唔過，要用嘅草啦。用動。没用打，没几可比方跨唔过的时间，用个提案板啊，然后天数一下，有的很就讲出力冇出力咯，个棍扑上啊一下就过去，个上个人都安尼，对，个有的特别先生讲，卡过的，唔卡过的个棍呢，小啊一夹个脚就退了，两边就清过咧，脚唔会担起来，你啊个。挨到讲还是，一个很多高扁呐，
高边的叫，迄高边嘅观念啦，唔去打学生诶，这个草工一天啊你嘛，我有牛鞭啊，草工啊，啊对队伍吼，伊本身伊迄个表演的人，伊会表演，但是对于传统的功法喎，看见啊看，冇嘛好多。所以这样子学教育，感觉真的像学姐讲啊，飙起去安尼。俺唔了解，因为俺讲，伫图书馆俺基本咩做高中，我咧学校做高中的啦。俺唔咩都学校做高中，俺唔了解，唔理解个情形一样白。迄最传统的教安尼看伊就叫安尼表演吼，差唔多做迄俺就训练4年的2礼拜过后就有安尼程度啦。6礼拜，你还能发1年班呢？所以那个有冇用心当演哈？暑假就会训练个4年，很多课戏一下哦，2礼拜。像夏令营那样，个动作姿势大部分都出来。哦，4年2礼拜，佢都做得训练。就是款啊，可有得嘅比出来哈，都有多少款？哦，当然啦，佢比也有款的啦，唔係冇款啦。其实哦，这些给死掉，因为我原本是国2就要进去，因为当时就是有点怕嘛，因为要离家那么远，因为从桃园到台北这样去读，就有点担心。你小学进去也没用了，吃都没黑了，没有了，但是你懂以后，他现在外面场子什么，他的本领冇空用，对啊，他是表演型的一个舞台上的歌手，一个艺人啊，对啊，加油！好，你那一支枪带回去啊，好，去带去好，加油啊！谢谢。我知道的，他有点危险分子的感觉。对，为什么？那就5枪的时间所以我们刚闪很远呐。对啊，黑毛杀下来这个，杀下来就啊，这是道地的，剃头的，总巡稳京剧学院呢，给学京剧的哦，哎呀，京剧哦，看看哦，总巡稳。做起了跳那舞啊，等他到来问一番。就像那个one night in 北京啊，叫中间有改的安尼。哎呀，改到那种感觉。不想来问你，你到底在何方？周队了，哎呦，刘哥，你周队呢？周队好，周队。讨厌。秋色了，秋那
蛮排泄。有跳的哦。现在疲累了吗？嘿，像我黑困了。是小康老师影响你。你如果不要音乐，你亲密一点的。爱了。小康老师跟问题，嘿嘛，哎，啊，就是你啦，都样样样都很理嘅。他会的，我跟你讲，他从小习舞练舞蹈练到现在的，没问题啦。唔講佢突跟呢冇強用嘅吼。对啊，全部都是客家，客家戲劇系，你做嘛都跳痛去跳京劇。哦，你客家人呢？係啊，你為什麼不想發揚客家文化？因為我細細時節吼，就從客家歌，古時候我就想講，我太好嘅時節啦吼，我上愛學習冇強用嘅。冇強用嘅，張優良就錯咧。哦，這不同領域的，但有不一樣嗎？有冇強用嗎？衝強冇強用，衝強冇強用。你也冇強用嘛？啊，衝強一天都冇強用。哦，啊，可能旋律啊都有嘅東西啊冇強用。係，錯。哎呀，哎呦，哦，比如京劇有唱的部分嗎？有，咩要款嘅嘛？嘅聖誕節末草嘅有。大部分都唱嘛嘅。我以前係學習嘅舞團啊，舞團，舞團啊，舞丹係啊，嗰種時候，因為倆愛一直在翻呐。翻身，空翻呐，或者就是什麼翻的，對，青島嘅通州就抽咧，抽，做工較多啦，做工較多，做表演，然後呢做工較多，從音做大做咩，做工，做表演嘅部分較多，舞戲啊。哦，唱嘅部分就唔敢比唱，因為叫破音嘛，沒敢比唱。冇啦，呢兩時小康老師係忙出來啦。哦，這個唱嘅部分要視皮，要耳王，還要曲，昆曲，係要到地方叫唱曲牌，唔單獨可以做曲牌。我有青島嘅。哦，你示範一下，客家同啊京劇有乜嘅？要學客家冇？咩要學？我做得示範一下。示範一下。我嗰種是喺台西嘅對時節啦吼，有做那個花旦啊，花旦有學花旦。我嘅畢業公演係學花旦，京劇嘅部分就錯咧。對啊。還有相片為證啊，係啊。哎呦，你還發單嗎？係啊。哦，他那一根那個叫什麼？鈴子。鈴子啊，但是你家講嘅唔係乜嘅，家講嘅乜嘅？斗馬丹係會武功嘅發單。但是咁講也可以跳較長啊。係啊，你唔家。哦，兩咩？強用啦。哦，兩青牆。強用嗎？哦。兩咩強衣？青衣，哈，你喺客家戲嘅嘛？係劍戲嘅，哦，強用嘅，哦，我訴風那隻是馬鞭，馬鞭，代表說我在騎馬。哦，那馬鞭，哦，就是那，哦，就係嗰個，你做的示範那一下，好啊，我示範衝強好啊，衝強，好。那我就示範一出戲叫做《翻江關》，然後裡面有一個小片段係姑嫂比劍，對，姑嫂比劍呐，嘿 ，OK， 比劍啦，哦，比劍啦，姑嫂比劍，薛丁山咧，羅摩薛金蓮啊，老嘅本樣嘅很多。反理法老薛金蓮用啥？哦，很多鼓手比劍啦，比劍哦，還是你用嘅什麼嘢冇劍咁樣去比咯？哦，其他就拿真嘅劍去比哦，用去比。范麗華，你給我走出來吧！
UQ 啦，两个 UQ，UQ，UQ，兩個 UQ，客家花旦唔會沖冇？唔會啊，客家花旦就沖家己沖喺三國字啊。哦，是沖溫嗓，整差啲兩片就沖咧。哦，今天係小嗓啦。就像那個晚來飲北京啊，佢中間要改的啊，係啊，改到啲點跳啲會度。互相來問你，你到底在何方？做得了，哎呦，羅哥你做得呢？做得哈，嘿，做得。你討厭，你這個死相。哎呦，訓練時間我感覺，係啊，客家我咁樣多馬丹。假裝聽說訓練特別辛苦，辛苦的地方有通用嘛？有的，對大傾調啊，還有青島的基本功。真的5點半都放起了，基本功都開始練咧。唔咩通用就錯咧。我係太學老。太空唔知太空就係錯。哦，所以就有的。老唔了咩？他冇通用。太空就我們是按照紅蟲啦。太空就我們是按照紅蟲。太空就冇練做功誒。哦，唔了從細就要練做功。哦，所以個太空就一分就咗。哎呦，你咩通用青島冇辦法練錯嘛？冇，老嘅屁通用。冇，我以前係跳舞誒。跳舞，所以高中加點頭嘅嘛個意思。太空。基本上都吃我學習吧。哦，吃我學習。太啊，冇嘢可以減啦。高中以前呢，一天線上去減，去訓練。到太學業要吃飯。放牛吃草就對啦。沒有自修啊。上會後就好啦。但你要畢業的話，你要拿出成績，你那個科系。要吃飯先啊！你該開始要講啊理解啊，當個東西要理解嘛。唔係像細人嘅學習，叫做要將乾東西用中央，按讓乾落去，要乾，要乾，硬乾的都要乾啦。都太學嘢，都太個太人嘅要用乾。哦，對，你這個有自主能力嘅啊。自主能力。你是講正經哦，你自家上會好爭好得好。對，所以你都冇唔咩5點放，唔係8點、9點，錯，要擴張來，嘿，一早上就天堂課學，經常冇辦法全部多。高中我清音整哦，清音整啊，有啊，8點準時上課，對哦，對，還沒有翹課，還算可以，當然哦，對，還不錯，因為佢本身佢從細就學舞蹈誒，所以他在這個練經濟身段來講，就會比較熟能生巧一點，是不是這樣？還可以啦，對，很抽的啦，真的哈。我們以前還有耍那個彩帶啊，彩帶啊，2插嘞，2插的彩帶，係啊，對，抽，天女上哦，唱給啊，就是用做一團那種，哎，打開了那種。對，石頭鐵我看給青獎呢。哎，真的哈，輕型褲哦，輕型褲哦，對，因為那個我們跳舞的會有那個棍子，有棍內啊，可是我們那個彩帶是沒有棍子，對，沒有棍子的，用手腕的勁兒，我老係有棍誒，講到都好有共鳴，對啊，有學過，血淚史，真的啊，不過現在新聞他現在當健身教練，哎呀，健身教練這樣，都對親愛，他只教女生哦。身材動哦，搞誰來？邱大夫，我們是兄哎，沒關係啦，反正我已經瘦了啦，疫情瘦了，沒關係。女士朋友哈，想要找這個專業的健身教練，都得請他詢問哈，好吧，好，謝謝新聞，謝謝我們嘅朋友，大家，謝謝，啊，對，哇，今日很好哦，正經嘅，情感車聊到吼，喜劇好演嘅。聊聊誒，安多街嘅好朋友，係啊，來展現佢哋安多年訓練出來一個成果，係冇錯。阿咪當感謝你參加，特別感謝你嘅高中，真係高中真係按有心啊！你呢度嘅客家文化呢，用心按多年啦，你係啊，真係。我什麼嘅節目，真有辦法，老一到後生人，不要得出來，睇自家啲。講戲劇學院客家語學呢，教出來也得後生，唔係除得
做戏、舞做戏和各行各业就做的表演都很好。真的，过过两遍，读完离回。没啦，这什么金啊？什么高中张错？什么安尼个样式哦，顺利安尼学位飞啦，学位飞，啊，到顺利学个天使台，哦，也得壮观啦。我那里做的有一只平台。哎呀，在展现，安也就安尼学习的成果啊，真的。才华。哦，哎，安也真的加平台来宣传，来传承练练。哦，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哈。冇错。多加参考中，谢谢。参考中，敬请，希望各位同学哦，也谢谢你们哈。好。啊，安尼节目要开始比赛了哈。充电来了。好唱歌的朋友夹夹来报名。打电话来666676还有传真电话222778132，等待几个打电话。哎，等待了，拜拜，谢谢，谢谢。什么告诉？告诉，今天辛苦嘞。什么歌比比看，后面的同学。大家在各个花岗跟两北都很厉害，黑某哦，必须加油！什么小康老师，还有毛翠先生，乐队老师辛苦了。还有什么李天忠跟董仲礼，非常的辛苦。好，下礼拜我们今天一起来真实主办嘞。